小希，这个和尚武功很厉害，我们现在根本打不过他。放心吧，师姐，我能搞定。出家人谦逊，不如你先请。和尚，你我无冤无仇，我实在是不想杀你。苏施主果然慈悲呀！慈悲？慈悲你个鬼啊！你不是说你能搞定吗？喂，我这叫以退为进。师姐，指个方向，我不认路。往东走，去枫林渡口。东边是哪边啊？能说左右吗？右。和尚，左右都行，给条活路走。阿弥陀佛，我的路就是活路。是无相截指，重者身如虎焚。师姐，闭上眼睛。为什么？谢谢师姐。走马观花。和尚，我把乌鸦的功力都给你，去找乌鸦吧。5、4、3、2、1，师姐，这次真的搞定。